TV 讲台语，各位观众朋友来好，欢迎收看 Lisa 来吐槽，我是 Lisa。咱今仔日要来吐槽的是两位立委柯志恩甲叶元之伫教育文化委员会即阵，咱一段一段来看，一段一段来吐槽。咱先来看柯志恩的。部长，你也读看卖啦，读看卖啊！高中的国人闽南语课本读看卖耶。菜是安怎？啊，无署长来到场讲一下，署长会晓无？谁人会晓？这是咱高中的闽南语课本啊，谁人会晓？伊摕一本高中的台语课本叫官员读看卖，结果大家拢杀来杀去，拢念袂出来。这敢毋是废话？伊叫一阵毋捌学过台语文的人来念，免讲嘛念袂出来。它下面还有注解，我们往下看。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注解。好，我们来看下面就好。勾夹部长司乃，他的注解的司乃是什么？对，叫塞乃啦。好，啊，你这种看无后边各有罗马拼音来看起来，各有罗马拼音啦。这个就是我们学台语的方法。署长跟部长，如果你花这么多钱来告诉我，这是我们学台语的方法，你讲安尼囡仔太学诶。奇怪呢，罗马拼音是倒位去抓着你哈？华文课本内底看无的字，敢毋是边仔嘛会写注音？无咱来看共款是高中的华文课本，共款是注解。咱来看第10个，这个字我毋捌吼，伊下骹写因 CER 霞。哎哟，你若看无后壁阁有注音符号，来看一下，阁有注音符号啦。这就是咱学华文的方法。所长、部长，恁开遐尼侪钱来教我讲，这就是咱学华语的方法。你安尼，咱囡仔哪会学会晓啦？恁看，像我安尼照伊的理路落去讲，安尼是毋是华文的学习嘛有问题？光是用这样的语言就增加我非常多的认知负荷。谁料你谁料我光是要知道那个 C 那个字，我怎么在一起在讲啥？哇，安尼华语文字嘛增加我的认知负荷。海豚的冲霞，敢若迄个霞，我就毋知影伊是咧讲啥，真正是吼，一个字你看无，你就去学啊，你毋学，搁伫海里撸，一个创啥啦？你还不如给我翻成这个部分，我还可以看到这个文字，我可以直接翻成台语。你家己拢讲翻啊，所以迄就是翻译，毋是原文啊，是咧。无以后学校英文课本拢甲写做华文，我看到迄字会当家己甲翻做英文，安尼敢袂使？所以你与其要补助，你还不如补助阿公阿嬷啦。我说实在的，阿公阿嬷开始教囡仔讲台语上大来源啊。无毋对，阿公阿嬷确实是教囡仔讲台语上大的来源，毋过迄是讲名。阿公阿嬷若无学过台语文，因共款嘛无才调会当教囡仔写啊。咱大家自细汉就拢会晓讲华语，是安怎去学校上课的时阵，搁要浪费时间上国语课咧？毋就是因为讲甲写根本就是两回事啊！真正是吼，连这拢毋知，搁教育博士咧，这种人搁想要选阮高雄的市长，你食较歹的啦！这才是一个教育部最需要的，好不好？改一下，你还罗马拼音层那个简直是无字天书。拼音是基础好无？无借问一下，咱学倒一个语言，毋免为伊的拼音先开始学。我学日文的时阵，为50音开始学；学英文的时阵，为 ABC 开始学；学华文的时阵，为 ㄅ 开始学。连恁上爱的中国，因的囡仔咧读册的时阵，嘛是为因的汉语拼音开始学的啦。最重要的部分是，就像部长也同意嘛，动机是一个问题嘛，动机是一个问题，动机是学习的主要。非常最大部分，环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嘛同意动机甲环境是上大的问题。无安尼好啊，恁甲本土语言拢甲变做甲华语、英语、数学这个科目同款，拢是一个伫升学考试爱考的科目。安尼我相信学生上课应该会较认真啊。父母伫厝里嘛开始甲囡仔讲本土语言。而且应该免偌久，本土语言的补习班嘛就会出现啊！安尼是一兼三顾呢，解决动机、环境，佮顺续解决老师的就业问题呢。若咧创落去，我相信囡仔学本土语言的成果一定会大大提升。而且大家想看卖，大家厝里的时代加减拢会晓讲家己的本土语言。所以，伫咱台湾要创造本土语言的环境，是比要创造英语也是其他的语言的环境更较简单呢。我这个方法袂歹吼，参考一下啦。说落来，咱来看共一场叶元之的即阵教材的问题啊，因为我也有得到很多家长反映啊，很多家长就说叫我啦去看他们的台语教材，说他们都念不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温刀就写成碗兜啦，有没有？然后什么打瞌睡叫卓龟啦，这个组长你还是部长念一下，部长你文化涵养比较高，你念一下这段好不好？共款的问题，看无就爱学啊！你
理、官员、家长拢无学过，是要安怎看有啦？真正是笑死！文盲，我怪要互人罢免，一点仔知识拢无。干净的中文是什么？干净的中文是什么？哈？所以你即摆是甲我讲，你连中文拢袂晓啊？啊，中文是什么中？文干净，他写氢气啦。我的房间不时容增氢气啦。你的房间还不时容增晦气咧，这点不是英语啊，这几字是汉语，不过用在无共的语言内底，疗法甲意思就会无共。无大家敢知影邮票的日文爱安怎写？用华语来讲，因写做切手啦。所以很多家长都他说你叫我啦去念小朋友的台语课本啊，说你念念看，你念出来念不出来？我说我念不出来啊。我们在场的官员是因为你本来就很有研究，你念出来。一般对台语不了解的念出来吗？部长刚刚就念不出来啊。所以一般对华文无研究的人，敢念得出华文？我遮真侪 ABC 的学生拢会晓讲华语，不过因看无小有字嘛，念不出来哦。Elodie，我问你哦，什么？你会说中文，听得懂中文吗？可以。可以啊。那你可以读这个给我听吗？我什么？鸡来了，天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不太懂对不对？对，我也知道。Sun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只知道 some 对不对？对不是全部都知道。对。 OK。好啦，今仔日就吐到遮，遮的人真正是笑死文盲。来甲大家教一个吼，文盲的台语叫做青眉牛，咱莫做青眉牛，袂晓看无就爱学，唔学就甲我点点。就亲像恁看无囡仔的数学课本袂摕去立法院问官员共款。我是Lisa，今仔的影片就到这，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就起赞加分享出去，也别点关注朋友，我直接点我的微信中，安尼看到收影片通知哦。另外，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 follow 起加赞的哦。好，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